保安處理火警發生程序，不包括電動車起火。第一步，警報觸發與初步反應。當火警自動報警系統響起時，立即確認警報狀態並保持高度注意力，迅速查明警報發生的具體位置及煙霧頭編號。保安主管需馬上通知工程部及客務處負責人，立刻派員趕到現場，視察評估現場情況。第二步，現場評估與安全措施。抵達現場後，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況下評估有冇明顯火焰或煙霧跡象。第三尾步，如確認是誤鳴，在確定無火災危險後，保安主管可重置警報系統，通知 Control， 通知工程部及客務處負責人。第三 B 步，確認火災發生，通知 Control， 通知工程部及客務處負責人，立即撥打999，清楚報告火災地點、火勢大小及其他相關資訊，封鎖現場，協助引導人員有序疏散，優先照顧老弱病殘及兒童。疏散時禁止使用電梯，指導人員低身行走，避免濃煙。第四步，初期火災滅火。若經過培訓且安全可行，可使用滅火器嘗試撲滅初期小火。斷電及關閉燃氣閥，防止火勢擴散。第五步，與消防隊協調。消防隊到場，向消防隊提供所有詳情、建築結構、危險區域及人員情況，將現場管理全權交給消防隊負責。跟從消防隊指示，主管安排人員留守災場附近，封鎖現場，維持秩序，直至現場解封。第六步，記錄事件經過 Incident Report， 詳細記錄接報時間、處理措施、指示及事件發展，以備後續報告。